你下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清楚么？开户、开户头、开户头、申请书、申请书、申请书、双证件、送晶片、送晶片、月薪、月结、月结、拍照、翕相、翕相、金融卡、金融卡、金融卡。唔好，我愛開戶，這係我寫好嘅申請書。要帶送證件同意冇？要妥了。請問做乜嘅開戶？新嘅公司愛發月結用嘅。你下開戶做下愛翕相，請看鏡頭。好。請等一下，判好咧會喊判好咧，你係人嘅鍍金鋪同金融卡。羅叻。